2当前哦，中国搁再开放进口台东的往来食客，也毋过去年煞提悬进口的关税20%。嘛因为风台哦，咱国内往来食客的产量减少，品质嘛有差。今年外销的订单无介济，台东关农会就推出一寡往来食客的加工食品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台东的往来食客怎么正大出？不过去年2个风台侵袭，真侪果子拢落来。自去年10月开始采收，农民就发现产量减5成左右，而且品质甲往年也袂比的，收入又搁减少。农会怎么开拓往来食客加工应用，做做往来食客果子酱、冰淇淋、软糖、果子醋等各种加工食品。 会很受到健康养生族群的喜爱，是因为它含有氨基酸。要看每一批凤梨世家的甜度不同，好，那你柠檬汁的量就要做调整。 往来食客自去年到即马外销中国才1000多吨，是2023年恢复外销中国的1成左右，大幅度衰退。主要是受到风台影响，再加上去年中国国提关税20%，也影响往来食客外销。农会讲，今年会开拓更加多元的外销管道，也有加工食品的应用，避免太过依靠中国市场。贸易商当然他会以行销的一个它的成本考量嘛，国内跟国外啊两个在行销上都还算是顺畅的。农会估计目前一袋菌的拍卖价销30到50块左右，虽然比往年较低，不过也有3个月的产期，也有起的空间。但是就要和往来食客应用更加多元，这让对农民更加有帮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